我覺得呢個可能性會大於你話整個市場出現重大泡沫冧咯。好似12月1號咁啦，軟銀集團嘅創始人啦，孫正義先生都首次清空咗英偉達去作出一個公開嘅回應，佢都覺得佢係喊住買嘅咁樣係啦。咁其實咧佢淨係需要話更多嘅錢去投 OpenAI 同埋其他嘅項目。即係長遠嚟睇咧，係咪幾耐之後先至可能存在呢個泡沫，同埋破滅嘅信號會有邊啲咧？嗱，我覺得咧一個巨型泡沫咧就並唔存在嘅，我自己認為。我最多咧嘅期望就係英偉達嘅市場佔有率下降，或者係會俾第二、第三名因為技術性嘅突破咧，佢搶咗佢啲佔有率嘅啫。咁資金咧好簡單啫嘛，佢唔係一個大環境泡沫，佢可能係即係有第二間崛起，咁英偉達可能賺錢嘅速度慢咗，另外一間賺錢嘅速度快咗，資金咧可能會換馬轉去第二隻度。一隻跌咗，另外一隻升咗，咁我覺得呢個可能性會大於你話整個市場出現重大泡沫冧咯。因為其實有數據亦都顯示嘅，即係直到而家2025年一刻嗰個全球需求呢個 AI 嘅晶片咧，個市場份額已經去到6000億美金，咁亦都預期去到2023年咧個需求係會去到4萬億美金，即係話佢成個餅咧依然咧係高速增長緊，係啦。咁但係你話係咪永遠即係呢5年永遠都係英偉達做龍頭咧？咁我唔敢擔保嘅。咁你隨時突然間你 Google 啊或者 AMD 嘅技術出現重大嘅波，能夠搶佔到訂單嘅，咁令到英偉達下跌唔出奇。咁但係變相另外一隻可能會升翻上去補翻件事咯。咁所以你話係咪有呢一刻係咪一個好大嘅泡沫危機咧？唔一定㗎，係啊，唔可以話升得多就代表係一定係泡沫嘅。